各位乡亲平安，环境收看今仔日6月16，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开始，咱先来关心一个意外的消息。伫个嘉义番路乡的乡农会，一个使用超过40年肥料的仓库，昨昏发生大火。加在火灾的时阵，拄好这个农会的人是出去参加训练，无人伫个内底，所以是无人受伤。发生大火，这个旧仓库边仔是起仔的加工厂。内底有真侪纸箱啊，甲肥料。消防人员是出动12台车、22个人，还有无人机甲消防机器人来斗拍火。番路农会指出，这几年农会发展水果的加工，所以架送甲外销的业务有增加。即马仓库已经无够使用啊。加在这一届火灾是无人伤亡，不过嘛显示起新的厂房是真要紧。希望会当争取农业部的支持，引进现代化的设施，来提升处理农产品的效率也有安全。继续，咱要来关心这件意外的消息。屏东枋寮渔港灯塔海峡，昨昏下晡3点40分的时阵发生渡水的意外，有7个15岁至19岁学生伫咧附近的海峡耍水，不过却是去互海涌加落海底，6个人有救起来，不过却是有1个人找无。搜救人员今仔日早起是继续找找。最新的消息是，失去联络的这个学生伫咧早起7点20分的时阵找到，不过已经不幸归往。在热天，常常甲朋友去海边耍水佚佗，暗过伫烦恼耍水的时阵，惊险意外也可能暗藏伫身躯边。7个国高中生15下晡小学枋寮渔港耍水，想要到一家人，煞互海流愈带愈远。就伫这个危急的时阵，2阿兵哥倒伫现场，看学生陷入险境，马上提救生圈，无顾危险跳海救人。2人收将近300公尺救人，加上附近人甲海巡署的斗3工，陆续将5个渡水学生拢救起来。现在本体人员在确认溺水人员，溺水人员的呼吸状况。有学生被救开时阵，面色青顺顺，脚手无力；另外一个学生家己受尽花。不过，也有一个高中生下落不明，继续搜救当中，并于15时51分分别救起5名遇难学生。15时55分，另一人成功自行爬上消波块，由海巡人员安全接驳。目前尚有1名学生失联。就伫枋寮这渡水意外发生的时阵，台南局长也传出事故，有民众看到一个20多岁查甫人跳下去溪了后，就无看影者。伊来钓鱼啊，咸爽啊，钓鱼啊，钓鱼。唔是遮做工过，伊捌伫遮做工过，伊头家都会遮。消防人员出动13台车，36人超吹，加上接到消息也赶到现场调集要等。虽然超吹超过2点钟，不过依然无看到查甫人影者。山下有无人机搜寻，目前是没有发现。那我们的消防人员持续搜寻了2个小时，目前还在搜寻中。最近天气正热，不过无论海边啊，或者是溪啊，地形变化、暗流拢可能冲犯轨迹。民众到水进前爱评估风险，找找适合耍水，而且有救生人员在场安全水性，这样欢喜耍水，平安回去。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即嘛是按的意识提悬。真多的农药、巴拉瓜，也有多数上是已经小连续退场。去年9月份，台中食粽造成4个人死亡、1人送医的这个案件，这粽内底有去验着农药、托福熊，嘛会伫咧今年的年底来落市。咱个化学农药的风险嘛会降到58%。来看联合报，咱台湾现代诗的诗人郑秀武，伫咧美国时间6月13病逝，食到91岁。26岁就自费出版伊头一本的诗集，伊的作品是一直拢受到真大的欢迎。过来看中国时报，咱国航空今年是小连续传出消息，12中华航空有一架飞去韩国釜山金山机场的时阵，要落跑道，却是落唔着跑道。3月份，星宇航空伫咧菲律宾克拉克机场停飞的时阵，嘛险险出代志。民航局讲会针对星宇来处分。但若4月份华航有一架飞行机，一粒引擎故障，煞是阁洗翻头，这嘛是因为公司的监控有缺失，嘛会来甲伊裁罚。继
继续来关心韩国釜山航空原地展会下晡2点15分，有一只为高雄要飞去釜山的飞行机，那像因为头前链故障，原地已经上飞行机的旅客是全部拢搁倒落来。也那等要4点钟了后，要是修理袂好势，所以宣布取消这个航班，行客行程嘛是受到影响。也那釜山航空有发声明回息咧，按算今仔日早起会搁飞。迄换飞行机搁写俄罗的字，这时阵旅客也唔知影班机无法度飞。今天大约中午1点50分左右开始登机，在机上等了20分钟左右。那就被航空公司请下飞机。195个乘客全部被请到飞行机，登去候机室。这一等都是将近4点钟，最后等甲班机取消，连退关拢爱排。目前航空公司要求我们排队，要带我们退关，航班确定取消了。这班机是韩国釜山航空 BX796，按算伫15下晡2点15分为高雄飞釜山。好亲像因为咱啊出现问题，换了后状况也是无法度排除，最后只好取消。大概3点左右得知飞机前机轮故障，那需要更换。那后续有更换了一个新的轮子，但是前机轮有2个轮子，更换了一个，造成左右2个机轮大小不一。釜山航空发声明回息咧，按算今日早起报飞，按过乘客也怨恨航空公司无补偿大项。今年1月2日，釜山航空也捌发生一台客机起飞时阵，疑似机顶行动电源过热导火烧起来，176人紧急逃生成功，按过意外有7人受伤。这摆伫起飞进程导演发现问题，取消航班，先造成旅客无方便，按过平安上重要。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一个高中生，伊搭公车坐伫咧博爱座的，去互一个负责人要求讲大爱让互伊坐。结果，这个学生让伊坐了后，这个负责人是一直搁甲伊细念，是骂甲这个学生目屎拢流落来。边仔民众实在是看袂落去，甲伊阻挡，伊嘛无咧休。即马这个画面互抛起伫网络顶，是引起众人的讨论。对，你们下面上面到哪里去？这公车顶悬一直批评，因为这班飞9分到家人的788公车顶悬，一个高中生下课要等家人，原本坐伫破海座，互一个负责人提醒爱让位互负责人的妈妈。学生让位了，是咪到负责人无隧道下，反倒在一直细细念指责教育问题，互学生当场流目屎，边仔民众看袂落去。这没有我的事，好不好？什么叫没有我的事？你也太咄咄逼人。公车学生搁出车，唔通向道德逼人，最后负责人的妈妈司机顶人劝解之下，才结束这个风波。回过程在网络流传，引起讨论。就是有问过他要不要做，如果他说不用的话，那就不会让；如果他说他需要的话，那就让。每天上班这样上课，那我也每天都站着，那我也想做一下。如果真的没位置的话，我才会做。咱较会徛好，咱家己徛，较老的坐啊，对不？台湾近期超过人社会大多人坐大众运输有坐需求，民众是不是去坐破爱座还是新年会？大部分表示看身体情形来决定，一般别去坐也让位给需要的人。比较站得不稳的长者，是应该及时让座，也是我们的公民教育，大家能够互相体贴。要不要去做指责？我觉得也不宜，因为其实你真的有时候会不知道到底谁有需要。回来我们也会给他正能量的一个辅导，因为国一的学生他也比较不懂得怎么样去适当的回应啦，要心理要素质要训练要坚强。这纠纷阁引起破坏做需求的争议，学校表示，在这个风波了后，老师先确定了学生心理辅导，等10日学生转去学校也会进行辅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西屯有一栋公寓，有住户伊甲车插入去机械的车位内底，要升起伫顶管站的时阵，规个平台煞是熊熊放落来，车全安尼弄歹去，不过加载人是无受伤。车主甲车停伫个机械车位，所来人行出来，正要救到顶站去，无想到停车平台熊熊起条咧，了放落来，规台车就安尼摔落来，车主啊惊到赶紧跳闪开。我们这个社区它配的就是一个机械车位，那我们这个社区也老了，所以你也知道机械车位它
它什么时候故障，我们很难预估嘛。意外发生伫10时暗时10点外，台中西屯一个主题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发生机械车位落来意外，加在是无造成伤亡。不过车才买不到1年，就摔歹甲真严重，车主是真毋甘。也那社区的主委是讲，机械车位每个月拢有请厂商来保养，事故原因初步判断是未亚令古登记。保养部分几乎都是每个月。都是会固定会过来保养这样，那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事后我们也会再考虑说是不是要做一个哪个部分要做更换。13时，台中北屯也发生一个大约60岁查甫人对社区的机械车位摔落，骨头断去，定定跳到机械车位发生意外。专业车评讲，机械车位平常时爱注重这个链啊，也有油压缸的保养。停车时也建议对严重的所在先离开停车格。重的要先进去，要靠液压缸、靠链条的部分。通常他们链条跟液压缸是连在一起，是液压缸去推那个链条嘛。车评但何鸿讲，停车进前要确认这位是毋是健康，也有车台是毋是甲路边有切齐。假定到若是有无正常声音，就要暂停这个操作，才有法度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各地云有较高。咱来看云图。今仔日早起，西半部有局部的短暂雨或者是雷公雨。目前气象署是针对彰化、云林发布大雨特报。过道各地有局部的雷阵雨，尤其是西半部甲东北部的山区，都要注意会落大雨。那西半部日时的高温差不多是33度至35度，若无落雨的时阵，感觉会较漚热。那华东唱歌甲东南部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有的所在会到36度，或者是36度以上，尤其是台东，较会有火烧风。提醒民众若是出门，茶都要加啉寡，较袂着沙。继续，咱要来看，昨昏有民众伫咧台北的信义区砸客停车，要去中和甲板桥。不过，这乘客是怀疑讲，这司机跳表哪像有做手，或者是而且有私底下甲伊划价，所以伊指控这客停车甲伊加收钱。即马公文处讲，这介绍若是用坏或者是加收钱，拢是违规的。而且每一个县市介绍无啥共款，提醒民众会当看汽车的介绍来判断。坐客停车开始跳表算钱，按照上车地点无同，起跳介绍也差别。即马有人控诉甲朋友伫路砸车，先互司机划价坚持跳表算钱了后，才去被要求爱另外收钱。要求说要加200块到500块不等的费用。搭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说他们是用桃园机场的表，他说他们是桃园机场载客人来台北，来不及把表换成台北市的费率。我们觉得说就是感觉像是被诈骗的一样。王先生甲朋友15透早3点外，就小坐5台计程车，为台北市信义区分别到新北市的中和甲板桥。按过以前车钱差不多是500块左右，这摆钱少加出2倍。向跳表机一看，搁指控司机用桃园机场汇率来算，偷互运价变搁较贵。桃园机场跳表也不会超很多啊，跟我们跳表差不了多少。跳表不可能跳那么多的，肯定是用喊的。有司机明确表示，半暝的车真少，部分会划价载客。按过台北市公运处说明，为数下计价加收钱，甲无依照正确区型的汇率来算，拢是违规的。桃园的费率跟我们是不一样。它就是唯一规定收费，就是会依照公路法裁处9000到9万块。安怎防止跳表机互人动脚手？公运处表示，因为起跳介绍来做判断，因为机器顶悬也显示跳表的算钱的区型。若发现无正常，拢应记车祸地点，对违停资讯提出申诉。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即马伫咧外送平台叫食的是真利便，毋过嘛有袂少民众去拄着因为包装、运送等等出问题，即食食变甲真歹食款，或者是内底汤全咧抓出来。伫屏东有外送员伊去店头领披萨，结果煞是直接甲披萨放落地仔内底，落尾像这披萨是规个变形去，害店头都爱重做。因为这段影片即马伫咧网络顶嘛引起正人的讨论。
贵餐厅出来外送员将披萨直直放入去地啊，头家马上出来看，果然外壳刺穿，去甲上网络反弹，文章一出来，网友也拢闹火，我受过外送员无放好乱糟糟的餐点。有听过说有人用纸的放吗？有啊，有哦。看没有大箱的话比较少啦，大部分都会转单啦。常常传出同款的外送事件，有网友捌看到外送员将食物凊彩挂伫机车挂钩啊，互餐点菜点无法度食，毋但消费者收到无欢喜，也可能连带影响店头名声。如果是我的话，就可能会勉强吃，可是下次会告知。客人我一定会很介生气啊，一定会打电话给商家抗议的啊，叫伊甲停着啊，看要怎配，看商家要怎配合吧。有外送员表示，常常付汤水的餐点咯，较深是毋是包好？那路途较远，较点就会增加压出来几率。部分店头也会看外送员装备，佮决定是毋是出餐。就是有像披萨店啊，就是他会问你说你有没有大包，因为很多外送员他现在都是有拿那个小包就在跑外送的，他就会问你有没有大包，你有大包的话，他才会给你餐点。披萨乌贝坑引起网友讨论，15早起店头无营业，暗过表示，一时间看到了就重新做一份，顺势家己吸收，也希望外送员用细致，才袂造成双方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印度12才发生有飞轮机摔落来，造成至少279个人死亡的事故。今嘛，阁有一台飞轮机直升机发生事故，飞轮机顶悬7个人是拢不幸死亡。这只直升机是为真出名的印度教的圣地起飞，那就因为天气无好，影响能见度，直升机就安尼偏离航道摔落来，还佫造成火烧山。应变部队赶到位的时阵，飞轮机顶包括驾驶，还佫有5个大人甲1个囡仔，是拢已经不幸过往。我来关心伊朗甲以色列的冲突，即嘛是愈来愈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还有甲因伫咧德黑兰的副手，是拢去用消灭。而且有报道指出，有超过10个以色列的人伫咧伊朗的攻击当中来受伤。伊朗发射飞弹出现伫约旦河西花顶悬，就算被拍开地下之门，以色列甲伊朗15拢发动甚至破攻击，造成数十个百姓死亡，引起大家对于冲突范围扩大惊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场冲突会用简单结束，同时警告德黑兰唔通攻击任何美国目标。以色列方面，当日下晡4点了后，全国各地警报大响，也是第一摆伫2时发出伫特拉维夫，因听到连续大声爆炸声。טהרן בוערת, אבל אנחנו מכוונים לא לאזרחים, אם כי אמרנו להם להתפנות. הם מתפנים, וארצות הברית כמובן עוזרת בהגנה, עוזרת הרבה מאוד. אני מאוד מעריך את המנהיגות וההחלטיות של הנשיא טראמפ בנושא הזה. خب هر چقدر اینا بخوان گسترش بدن طبیعتا این پاسخها سخت‌تر و شدیدتر خواهد بود. مردم بیگناه بیشتری ممکنه جان خودشون از دست بدن. 伊朗至少发动2摆带着飞弹甲无人机攻击以色列重要都市，以色列空军是继续空袭伊朗核心区域，包含德黑兰国防部甲能源设施。报告48点钟成功后，伊朗的雷达甲防空系统袂停袂动，摕到对德黑兰上空的绝对优势。以色列国警告，若伊朗继续发射飞弹，会面临毁灭性的打击。以色列13发动奋起向西行动，攻击超过100个目标。伊朗了后对以色列展开真实程度3报复，最后攻击以色列重要区域。过去3日，德黑兰核设施真侪所在受损，真侪军事指挥官高层死亡。以色列也包含囡仔在内重大死伤。因为双方交火空袭受影响，咱驻以色列代表处15早起协助14月留伫以色列而且想要离境的个人一专车，经过以色列甲约旦中部边关安全到约旦，由咱驻约旦代表处提供后续回顾代志。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我来关心美国明尼苏达州发生枪击案，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为了安全，即马当地所有示威的活动是拢已经取消。美国各地昨昏是发起超过1500场反川普示威的活动，而且部分的所在佫传出警民的冲突。也若防抗议的当事者川普，伊是去庆祝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而且举办阅兵的仪式。徛伫看台头前，美国总统川普向经过美国陆军电视武器军人致敬。美东时间14，华府举行阅兵游行，正在庆祝陆军建军250周年。
有行的前40分钟，阅兵仪式快速回顾美国陆军为1775年成立到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时期，150台车甲50台飞行器，包含是前时期的 M4索曼战车，我前时期用的 UH-1 首席直升机顶战机，也有无人机机器高顶先进装备，拢伫这摆游行当中出来。这是华府为1991年庆祝美国伫波斯湾战争胜利了后，搁一摆办阅兵游行。美国总统川普抵岁时阵对美国陆军表达感谢，各为250个新兵主持中心进攻仪式，宣誓效忠美国宪法。The United States Army, thank you very much. Because the Army keeps us free, you make us strong, and tonight you have made all Americans very proud. 川普致辞是讲到，美国陆军伫战场展现英勇，完成真侪任务。伫全球面临真侪冲突的时阵，美国敌人若威胁美国人民，会面临失败甲灭亡。因阅兵游行当日多是川普79岁生日，伫美国引起未少争议。同一日，全美串联超过1500场保安节活动，伫各地展开。包含洛杉矶、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地，让民众也标起花口号。美国好莱坞演员马克·鲁法洛、格雷泽也拢参加纽约的保安节活动。They're trampling on our rights and our laws and our freedoms, making themselves richer with taxpayer dollars and making us less safe with their love of other kings and dictators and the likes of Putin and Netanyahu and Kim Jong-un of the world. 全国地拢增加警力加强戒备，按过部分地区游行活动依然发生冲突，特别是洛杉矶真侪所在拢爆发警民冲突，警方阁动用催泪ga斯赶走示威群众，而且拘留部分人士。犹他州盐湖城甚至伫当地暗时8点左右，伫游行内底传出枪声，引起群众惊吓，场面真混乱。有现场人指出，因看到一个穿黄甲的查甫人向人群开枪，了后互警方逮捕。警方初步判断，这枪击案甲当日反川普示威游行有关系。公视新闻陈时东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秘鲁伫当地时间6月15早起11点外发生规模6.1的地震，地震中心是伫咧首都利马附近，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而且佫发生崩山。目前秘鲁是讲，即马是还无发布海啸警报。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有无徛名的官员表示，伊拢通知进行调解的卡达甲阿曼，因为因也是受到以色列的攻击，所以拒绝停火谈判。伊拢甲以色列即马冲突是愈来愈激烈，嘛互外界真烦恼。来看英国首相史凯尼表示，英国当前派战机去中东地区。德国外交部长瓦德福指出，德国、法国甲英国已经准备好势，要甲伊朗就因的核子计划来谈判，希望中东紧张的局势会当转好。镜头转来咱国内，继续来关心大罢免的消息。即马大罢免就要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昨晡，民众党主席袁国昌去新竹宣讲反制大罢免，嘛甲市长高虹安来相挺。也那南洋立委王宏维甲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是做伙去扫街，伫咧路09支持。也那罢免王宏维的团体是继续伫咧街仔路举牌啊。你好，王宏维好，对，李树川北。甲民众握手致意，有人看到身躯挂不落去。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备前可能的罢免3阶投票，15甲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合体扫街，呼吁民众投无同意罢免票。另外一边罢免王宏维团体坦白日伫街路举牌宣扬罢免理念。早上呢，我们有坐游览车送车，然后也有做小蜜蜂。那我相信这么多的活动，给王委员非常大的压力。就也是预防这种千篇一律啊。天天无日无之的这样的造谣。王宏维透露，台北市长蒋万安这边会斗阵徛台所讲反罢免，台北市50席南会面临可能进入3阶投票。蒋万安这政府一人讲起来，佮继续向罗总统发声，应该停止罢免，应该即刻的对于正在进行的罢免悬崖勒马。全世界所有的民主国家没有一个像民进党这样发动无差别式全面的大罢免。台北市拿着立委情形无同，原本也伫罢免风波当中，立委5需要5派系，罢免案拢伫最后关头宣告无成立。5派系15就伫放假展开感谢之旅，成功挺过2罢，就开始了在地的感谢之旅。
新竹市南会郑正乾甲市长高虹安同款面临罢免行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到新竹宣讲，郑正乾也参加，那被搁一摆港台展现合作反败气势。由赖清德所发动的大独裁，就是所有的权力必须要由我民主进步党掌握在手中。31件南会罢免案，查对期限陆续到期，除了进行不分期等4项，94暗时搁增加业关之吴虎庭、罗明泰等8项，总共12个南会罢免案无接到报警通知，有可能进入3届投票。不过最后结果也是等中产会20开委员会来审定。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伫台中有一个少年家，今年已经21岁，不过也是还无报户口，嘛拢无读册。那像是去因老爸关伫厝里10多年，2月份因为甲因老爸冤家，全去因老爸赶出来。伊伫扣2纸的时阵，才去互里长发现。目前社会局是已经先安置这个少年仔，嘛有介入调查。那确认因老爸确实有涉及妨害自由等等的罪嫌，就会主动来告发。监视器翕到这看起真瘦的查甫人，将回收的物件搬到回收场。当地里长表示，顶个月初8伫回收场拄到这少年家，才发现伊无报过户口。他说，因为没有办户口，所以他爸爸一直叫他待在房间里面，不要乱跑，因为乱跑的话会被警察抓走，所以他一直都在房间里面不敢出来。虽然他已经21岁了哈，但是他其实讲话啦或者动作，其实就跟大概10岁的小朋友是一样的。里长表示，这少年人讲家己姓黄，会慢慢写出名字。不过，伊讲长久以来，爸爸将伊关伫厝内，甲外界无接触过。今年2月，甲爸爸冤家了后，被赶出来流落街路。伫回收场，互里长发现，社会局已经将伊紧闭安置，会进一步了解伊的背景，提供协助。那至少让这个民众在这段期间，在吃啊、住啊这个生活的基本的还安全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那后续我们也会来积极的联系家属。台中市社会局表示，伫2礼拜已经甲爸爸联络到，不过爸爸不愿意配合提供相关的资讯，也咧调查这少年人的生活甲照顾情形。那调查确认，伊捌互爸爸限制自由，不断读册甲影响身心发展。除了照以小款法来处罚，也照刑法妨害有理法有罪主动告发。社会局可以把孩子从家里带离开，安置在社福机构，也可以对父母提出停止侵权的诉讼。如果是一个犯罪行为，社会局可以依法独立提出告诉。他可以申请在家自学，或者是上体制外的学校，但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受教育。原本表示，若爸母选择伫厝家己读册，影响在地县市教育局处提出申请，按国民剥夺囡仔受教权。社会局甲警方应该介入了解，爸爸是毋是有其他违法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伫咧成功岭受训的替代役，标出有食毒的情形。内政部讲，这个替代役伊伫咧休假的时阵，验尿去验到有毒品的反应，不过伊并无把这毒品载入去营区。目前的调查知影，这个替代役若像是甲医师开的管制药品有互因共体，那这件代志已经通报警方来侦办。别动！特群警力特色伫遮攻击，制度大不赢。警方打击毒品，准确是指定营区有替代役涉毒，甚至标出服役期间伫营区内底持有毒品，甚至强迫共体食毒。接获替代役训练中心报案这种替代役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本分局业已调查完毕群众标出食毒风波，内政部讲，宜兰每摆休假会营，拢有对30派人做流检验，也证实涉案4例宜兰第2摆抽检的名单中，休假会营红验出其他名阳性反应，伊也承认休假伫外口甲朋友食毒，不过营区内底无出现任何宜兰有持有毒品食毒这情况。在第一次放假回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再做一次的抽验，当时就验到他是有吸毒的情况。内政部说明，涉案替代役男伫成功岭受基础的训练，5月2日入营安检时无正常，隔天流检验也是阴性，并因为身心的状况转到医疗中队全休甲管制。所以就是6月初8休假经过抽检，发现有食毒，不过昨下又表示案外案。转诊那个过程
在路上的过程，他把那个管制药品不是毒品给其他的人用，这个我们都会并案的移送法办。国内毒品的乱象，即阵有研究更加发现，加用新兴毒品的乌素超过所想的真多。我们发现，以新兴毒品来说好了，就是上面的分子是没有被检出来的人，那底下的分母就是有被检出来的人，那所以呢，这个174就是这样子的比例。经过城大研究团队分析，不使用非法药物的死亡个案，发现暂时前无放流检验、头毛采样，也有无刑事记录的人数，是有放掠到记录的174倍。安怎减少这个乌素，提升执法的手段，一定要好好来思考。记者综合报道。6月16，也就是今仔日是国际家事劳动者日，有真侪移工团体去劳动部抗议，讲咱台湾有超过20万的家事移工，并无受到劳保的保障，所以呼吁政府都要甲因列做是强制保险的对象。劳动部这边是讲会加强宣导，嘛请头家人都要替移工来加保。不要，现在都要。利用拜六真无简单休困的家事移工，伫移工团体陪同下到劳动部外口定情抗议。16是国际家事劳动者日，台湾有超过20万的家事移工，到即阵依然被排除伫劳工的保险以外，真侪劳保的孤立。若面临生育、伤病这重大事件，往往要承受真大的经济压力。We contribute a lot to Taiwan's care economy, but why we treated less? We are the savior of Taiwanese households so that the family lives better. This is not just unfair. This is inhumane. 如果强制纳入劳工保险的话，那在保险这一块的协助是可以给到很大的保障，同时也是减轻雇主在面临就是说家庭看护工面临医疗需要的时候的一些协助。家事移工强调，家己付出青春照顾台湾请的人，缺少忍受差别的态度，也无领导。甲移工团体斗阵，呼吁政府甲因纳入劳保强制纳保的对象，并且提悬政府保费分摊的比例。因为他是有一定雇主雇用的劳工，如果他要参加劳保的话，可以劳雇合意之后，由雇主这个自然人为投保单位帮他参加劳工保险。对此，劳动部强调，已经由各种管道向请的人甲移工来宣导，请请的人甲移工合议了后，由请的人自愿加保劳保，保障移工。也强调，像职灾保险已经强制甲家事移工纳保，加强移工的工作保障。记者综合报道。6月份会当讲是真闹热毕业的时期。现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毕业典礼，确实有家长因为现场的座位无够多，情绪煞失去控制，甲学校的人员安尼匹配叫。学校讲，迄天其实有另外安排直播的会场，现在即马会阁请导师甲家长联络来斗理清误会。闹热的毕业典礼门口开始出现吵闹，一个家长真生气，对学校的人大喊：大学我的孩子，我们的家都不会再来了。学校看到祝福的花口，6月毕业季有未少学校陆续举办毕业典礼。不过，台南应用科技大学14早起举办毕业典礼时，传出家长甲学校人员发生冲突，家长骂人。他单独在骂他，因为我那个工作人员都没回他，然后他马上走出来，然后他就是说什么这是什么烂学校啊？我们家长难道不配拥有位置吗？位置那么少，让我们家长会晒太阳。我们缴了4年学费供小孩读书，什么连位置都没有。根据了解，学校因为毕业典礼会场空间有限，现场敢提供2楼座位，大约310户家长。看到毕业生讲未少无位的家长，误走去毕业生的楼梯式的座位区去坐，互学校赶，这引发家长的不满。有特别规划另外一个空间，也就是奶健堂，是可以容纳得下家长来，而且里面也有舒适的这些冷气空调，可以透过直播来观赏整个典礼的流程。热烈的毕业典礼因为座位问题引发争议，刚才只要无影响典礼进行。学校讲，迄天有另外安排会使直播观礼会场，后续要请导师来联络家长，说明这个误会。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大学到底要休抓，有真侪学生拢会去做散工。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有7成的学生有拍算要找兼职的，不过就要注意，唔通去互诈骗拐去。劳团嘛提醒民众，若要找头路或者是找兼职的，上好是找合法立案的人力银行，而且若要去面试进前，嘛要先查看卖对方敢是合法的公司。
加入了赖的社群，那这时候看到都还是正常的状态，直到我看到的社群开始发布了投资的一些网站跟课程，我就在社群里面去询问说，是否有这个公司的统一编号来证明他们是一家合法的公司，那他就立刻把我封锁，踢出群组了。当时大学生的林东二讲，为着要做兼职，因透露的是已经确定过时间地点，1点钟的薪水嘛，才比一般行情190搁加560块尔。但是要问通一边好，都互人踢出工作群组，才发现险都互骗去。另外，更有一位劳动二分享讲，家己兼职遇到的问题，毋但雇主头起先无讲清楚，爱达成偌济业绩，落尾是连1块钱都无摕到。到了现场才知道说，就是有的会发薪水，可是他就是跟你说，就是你要达到这个 KPI 才会是这个奖金的薪水，然后先引你过来。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上侪人做的是餐厅，有51.8%，柜台行政是33.5%，也那第3名是活动工读生是28.7%，有7成的学生会拍算伫咧暑假兼职。人力银行表示，上定拄到的争议，包括看的工作内容和实际做的无同，也是哄骗个人资料，甚至是入去公司了后要求爱先买产品等等。路透嘛提醒民众，若是要找头路，上好爱找合法立案的人力银行，有经过审查靠保障。公司是有统一编号的话，你可以去查询。如果查得到的话呢，通常它也是有合法立案的公司，这样是比较安全、比较有保障的。譬如讲有一寡人力银行的这平台这可能靠规模靠有一寡保障。社群媒体，譬如讲是Facebook 还是像一寡社群媒体，这就因为这资料可能拢会较少嘛，你嘛唔知到底是谁藏起的，这部分就要去特别注意。乐团呼吁民众，若是怀疑家己遇到诈骗，除了找亲戚朋友斗3工，嘛要先收集相关的证据资料，报警，也是卡105反诈骗专线来保护家己。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报道。电影风上头，咱来看云林是土豆重要的产地，而且最近嘛伫要采收啊。之前真侪农民拢会为着方便，直接在门口埕拍，或者是路边拍土豆。即马云林县府协调7个公所，规划194个，要互农民会当合法拍土豆的所在，希望安尼做会当减少纠纷，或者是交通的事故。一个在大日头，云林的农民赶紧将前几天采收的土豆拍在门口埕，再当延长土豆保存。咱家己的埕少啊啦，拢也伫路边的拍较济。路拍啊，咱有埕，咱就直接拍啊，较快活啦。直接拍就无快活，拢爱来遮顾。云林县农业署表示，今年云林一期土豆种植面积大约3900公顷，但可能农民定找袂到垦地拍土豆。麻烦了，拍在路边的土豆会被破坏，还是偷客，还是引生交通事故，造成责任归属等问题。农业处协调乡镇公所规划合法拍场，希望会当协助农民解决问题。你无共政策，人要过，你是哪过？当然咱会怎么办啊？机械化的干燥机尚未普遍落实的过程呢，我们为了配合农民的需要，我们在协调了7个乡镇194处的庙埕或是门埕，或是较少人出入的道路设置晒花生场，那让我们农民可以安心的晒花生。农业处就讲，农民经过申请规划合法拍场，在使用期间要在路段前后40公尺，看到交通队还是警示等设施来提醒用路人。而县府嘛会将合法拍场的资料提供给警方，例如护农专案巡逻路线，以保障农民权益和用路人的安全。公视新闻王雄为您报道。来看台南的市电古迹德记洋行，即马内底当地办展览，而且嘛会当互游客当纪念的椅仔。不过最近却发现讲，有人把这椅仔乌白当伫咧桌顶、壁倒或者是窗仔门顶悬，这种破坏古迹的行为，上当会封关5年，而且罚2000万。民众摕德记洋行的限定椅仔当伫咧收集纸，就是要摕来做纪念。也毋过详细甲看，毋但壁倒有即个椅仔的图样，连窗仔门拢有。其他游客看到这款情形，嘛感觉伤撼过。就是它可能有点有碍观瞻，然后就影响整个展览的整体性。我觉得如果有其他游客，比如说外国游客来，可能会觉得，就是台湾人的素质嘛。台南市电古迹观光景点德记洋行经过1年的整修甲换展，今年以全新的面貌甲游客相见，更加推出双色展，提供5种椅仔予游客收集，想袂到去互民众乌白当。
针对这个情形，台南市文化局也提醒民众，若违反文化资产保存法，会当处半年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罚50万以上到2000万以下的罚金。所以呢，后续呢，我们应该会请传统匠师呢，来就这个白灰壁的一个表层呢，进行一个清洁以及维护这样子。不过呢，还是真的在这边呢，向民众能够呼吁哈，就是说污染古迹的墙面是一个不可取的行为。受损的铺设墙面经过初步的检视，确认敢若污染表面无渗透到中央甲底层，古迹的结构嘛无受损。严格游园是需要专业人员以传统的工法进行清洁甲修补，为着避免类似情形搁发生，后续已经强化现场管理，搁伫每一个站点设牌仔，提醒民众莫乌白甲设施也是拼倒转因啊。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普济殿，让180年了后，即马搁要举办王孙节。这王船的彩绘是真大重点。彩绘团队用几个月的时间是画甲真有路，而且上界特别的是全新的设计，咱做伙来欣赏。彩绘师当咧甲粉线补金做修尾，彩绘团队用1个月画这只帝王级的王船，总算要完工。对中寿台湾县志纪录来看，台湾府城普济殿对清代就咧做王孙节，这回让180档要6月举办。当头戏就是这只王船，无论是东镜内面有按5块钱，其中最侧的部分应该画做狮头的形，喙内底各有10个，这嘛代表十全十美的意思。这船仔工课完全是完全无同款。咱的船仔大部分都是王船，不过我这只船仔是帝王。咱的龙头大部分都是饲料的，叫做王。不过我五料叫做帝，啊，什么叫做帝？这个东镜内底有顺治、孔乙、雍正、乾隆、嘉庆，有这5个皇帝帝王级安置内底。那斟酌看这只王船，其实介特殊，主要因为台湾这阵多数王船拢是画较浅色的，这回普济殿王爷公交代，彩绘师则个用乌底落去做蕊金，看起来更加庄严。另外，彩绘师伫船岛甲船墙遮拢画吉祥物。12大将，这是顶面的部分。伫咱4个角头是4方神兽，东西南北。伫这个腰带部分，咱是做8仙的这个宝啊，来象征8仙。无用8仙，咱拢画伫顶面。底部是做咱这个10大神兽，是咱《山海经》内面找较吉祥的、较有象征性的来做这个底部的部分。因为之前在看的话，其实没有像黑色打底这种王船没有看过，是第一次看到。为了通互人更加明白王孙节的传统文化，庙方队开始做王船到完工，拢开放予民众来看。旧历5月20主时，因徛顶个仪式，嘛就是祭奠起鼓啊。经过180档，才去办王孙节，咱透视人才拄会到一届。庙方嘛邀请大家来见证历史。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家己县市甲家的大溪厝社区，这是家己市稻仔的产地。家己市政府甲社区合作，邀请艺术家的创作来增加社区，嘛举办活动，希望会当增加在地产业发展的机会。社区囡仔画的图，将做是投影的图面，另外一边挂稻仔村的稻草，嘛摕来做卖姜的创作。家己市的大溪社区配合艺术家的作品，要互人感受无同的农村气氛。这届的主题主要是引用《小王子》的故事。阮为入口开始留一寡甲小王子，伊就是为伊的星球去别个所在的故事，来带大家来看无同的艺术品安尼。家己市的大溪社区除了有水环境的教育园区以外，社区内底阁有8口超过300档的古井，为着要推动社区发展，社区配合市政府透过活动的举办，要让民众来认捌这个伫市区的农村。这嘛有互咱社区带动一寡这农村经济让咱社区的产业一寡在地产业、像美的文化还做一个产业来推动安尼。嘉义市很特别呢，我们是离农村最近的城市，我们希望呢可以借由活动，可以借由产业把它打开来。所以呢，我们这次呢会有非常棒的一个夜间的一个艺术的策展。创作的艺术家表示，内底展览的艺术品，日时甲暗时拢有无同的感觉。拜六礼拜，阁有市集甲表演的活动，希望透过这个内容，替社区甲在地产业增加互人看到的机会。记者李慧婷，嘉义报道。
天文的消息，咱要换来关心太空粪扫的问题。这几年是正做天文学界也有科学界关注的焦点。根据欧洲科学家伫咧2024年观察的结果，因认为讲卫星残骸落来，经过大气层的过程的时阵会导火，会进一步产生有毒的气体，这有可能会造成空气污染。不过，这也要进一步来验证。欧洲太空总署 ESA 2000年7月甲8月分2批甲试验一群卫星送去地球轨道，编号自 FM5 到 FM8。迄当阵的任务是观测伫咧太阳风暴之下，一寡强烈的能量粒子甲地球磁场的互动，抑个受到来影响。本来按算任务期限只敢若2年，要也算延续超过20外冬。伫2024年9月开始，要互试验卫星登来地球。这边要观测的是编号 FM6， 后面叫做莎莎的卫星。It's a carefully planned, targeted re-entry, starting with the satellite SALSA. Most satellites re-enter Earth's atmosphere in an uncontrolled manner. They are switched off at the end of their mission and left to gradually give in to Earth's gravity and burn up in the atmosphere. 因果若互太空暂体家己落来，万一若射到人多的所在，效果是真严重，所以就要先设定伊落来路线，可以拄好落伫咧选好的地点。Due to the satellite's big orbit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un and Moon's gravity on the spacecraft, the closest point to Earth can vary by dozens of kilometers from one orbit to the next. This creates big jumps in the altitude, which we can use to target when SALSA crosses the threshold where satellites burn up, about 80 kilometers above the surface. This allows us to precisely predict when and where SALSA finally re-enters the atmosphere, with any fragments safely splashing down over a remote stretch of ocean. 莎莎卫星重新登来大气层的区域，是伫太平洋的东南方海域。负责观测的科学家对智利外海荷华捷岛坐飞机起立，依靠可见光的方式，实地观测卫星分解、混烧到摔落过程。专业的太空新闻网 Space.com 报道，科学家侦测到的全体成分，包括锂甲钼等金属元素，也有硝酸钾，其中氧化钼的成分上互人担心。Space.com 的文章讲，卫星的防火隔热材料用真侪氧化钼。根据ESA统计，平均一天有3粒报废卫星对大气层登来地球。这款氧化钼等材料的碎片累积伫咧大气层内面，污染的情形真歹测量。因为遮尼悬，气象用的规规无法度到，但是轨道上的卫星又搁伫上远。唯一会当正晚精准观测的，只敢若剩飞到遮尼远的飞机。不过，这种机会唔是常常有，执行的成本也真悬，所以变做未了解健康空气污染一个真困难的问题。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来看另外一个上新的研究，欧洲的科学家因发现讲，人类伫咧2万年前都已经会晓用海洋的骨头来做工具，这是比英国纪录要提早1万多年。这嘛证明海洋甲海洋的资源对古早人类的生活有真大的经济价值甲实用的价值。这种正大只的海洋做头前，受出水面冰心，看起来真壮观。这种生物存在地球已经几落千万年，甲人类之间的关系比咱想的也搁较早。科学家伫咧法国比斯开湾研发，一个西班牙的圣卡塔琳娜洞穴顶一寡古石器时代遗迹，发现上百件海洋的脆骨头，也搁用海洋骨头做的毛加尖头轻工具，主要是要摕来掠驯鹿或者是野牛。经过放射性探定年法，发现这款工具的年代差不多伫18000年前，包括南鲸、长秋鲸、抹香鲸这款大型的海洋，是人类上早使用海洋骨头工具的证据。And humans and whales have clearly been encountering one another and watching one another for a long time. 真正的研究发现，北美、非洲加北极圈的人类会用海洋骨头做乐器，年代差不多是5000年前。这边的发现，甲人类使用海洋骨头的历史推进到18000年前，而且迄当阵的人唔是主动去掠海洋，迄款死去掉伫咧岸边的海洋尸体，就敢若是天公伯上一个，除了骨头以外，伊的皮、肉、油脂，会当互规个部落用几落个月。Whale use in prehistory has always thought to be an opportunistic endeavor. You're confronted with literal tons, tens of tons
of raw materials of varying degrees of freshness that can sustain a community for months or longer.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ashore in the far human past has been downplayed for a long time, and there's a research trend in the last 20 years also showing that settling the seashore, exploiting its resources was actually important for human groups in the past. 这项上新的研究刊伫咧即期的自然通信期刊，内容显示，早期的人类已经大量使用海华资源，会掠鱼、收集垃圾，适用钓伫咧海岸边的海洋一寡海洋动物。而且也有群体合作加共享的文化发展，但是即卖因为地球暖化，海平面愈来愈悬，真侪研发相关的各位掠拢互海水引起，亦互一寡相关的研究拢无去注意到。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辑。今仔日天气写款，咱来看各地预报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9度。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1度。一个未来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